呢隊英國車隊係關於夢想、堅持同永不放棄嘅故事。真正嘅冠軍永遠係唔會被擊倒。今日我哋要認識 F1 嘅勵志傳奇 Williams Racing。Williams 嘅靈魂人物 Frank Williams， 1977年創立車隊嘅時候幾乎一無所有，早年經歷破產、借錢度日，甚至要喺 office 打地鋪過夜。1986年一場車禍令佢終身癱瘓，但呢位真漢子坐住輪椅繼續指揮車隊，用獅子山下嘅精神創造咗 F1 最偉大嘅私人車隊傳奇。直到2021年11月28日去世，享年79歲，成個 F1 界都為失去呢位傳奇而痛哭。Williams 培養住無數 F1 巨星。1980年 Alan Jones 為車隊帶嚟首個世界冠軍。1992年英國紅獅 Nigel Mansell 創造統治性表現，贏得14場裡面嘅9場勝利。1996年 Damon Hill 為 Williams 獲得第7個車手冠軍，仲有 Alan Prost 4冠王喺 Williams 獲得第4冠，以及巴西車神 Ayrton Senna 短暫效力，但不幸喺 Imola 遇難。呢啲傳奇車手都曾經為 Williams 效力，共同締造咗9次車隊冠軍、114場勝利嘅輝煌歷史。Williams 喺2018年至2024年7個季度都陷入低谷，而25年終於重新展現昔日榮光。喺 James Vowles 嘅領導下，車隊重新揾翻競爭力。Alex Albon 表現出色，全季獲得73分，係從2017年以嚟嘅最大進步。你哋最中意 Williams 邊個時代嘅故事？留言話俾我哋知，我哋一齊見證傳奇誕生。